今仔日是5日节咯，伫咱台湾民间有取5时水的日，希望会当祈求转运，也是提来净身。台中市今仔日中昼伫咧大界铁盐山减钱，就有取5时水的活动，限量500罐，无到1点钟的时间呢，互到民众抢了去。另外，屏东嘉东乡农会嘛有办菜市馆活动，即嘛咱各地5日节的活动，会使讲是不正热热。 5时一个到，正人甲水桶迄入去减钱，准备要出一个5时水。今仔外口有袂少民众提洗水干准备要来点5时水。台中大家去尖山减钱，每年5日节拢有出5时水的活动。听讲，即天11点到下晡1点，对减钱提起来5时水，是一年内底勇气上强的时阵。民众提进去了后，会使用来祈求出去避凶，转运正意思。今年限量准备500罐，水提起来了后，无偌久就互民众拢吐完了。 这么多年了，我第一次知道这里有，第一次参加。铁证山的剑井，相传是我们的郑成功以前驻营在这边的时候，那他把这个剑往下一插，就有这个泉水涌出来。另外，伫屏东嘉东5日节中昼除了菜卵，也举办菜市馆。 民众除了甲大西瓜采起来，也另外搁自来改装扮。现场总共888粒大西瓜，规条路拢采这西瓜，阵势是真壮观。就连翕的摄影师，嘛爱穿这溜冰鞋，则全部拢翕袂到。嘉东农会讲，这活动一开始是少年人想出来，无想到每一届到5日节就真做在地特色咯。 用这样的端午佳节来帮助我们各位好朋友们的祈福888未来的12年，我们1年来我们都能12年行大运我们用南瓜来嫁接西瓜，用苦瓜来嫁接西瓜，所以很多的西瓜种苗都是来自于我们屏东县的嘉东乡。 关府讲，这活动除了替在地农业来宣传，也互5日节活动加一摆创意甲趣味。不过也提醒民众，西瓜虽然真好食，不过也唔通食伤水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